欢迎收听2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21章，而在今天呢要来祷告，要来 RPG 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21章45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在另外一个版本这样说，上主坚守他向以色列人民所许下的一切诺言，而这一切的诺言，如果我们追溯它的源头，是来自创世纪的12章。当时以色列家的祖先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的亚伯兰，他领受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他的后裔要住进这个迦南地，但当时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但是上帝却已经应许了他。随着时间的进程，也随着这个后代一代又一代的兴起，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的失落，也看见了他们的成功，更是看见在今天的经文来到这个段落的时候，上帝的应许真的是一句也没有落空。12支派住进了迦南地，他们在这里征战得胜，得地为业。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得着，不过凭着他们信靠上帝以及上帝的作为，再再的让外族的人看见这位上帝的话是不落空的。来到了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有很大段的篇幅都在讲到利未人。利未人在这个应许里面似乎是一个没有划分进去的角色，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他们分配了什么样的土地，或者是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产业。然而在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清楚的看见他对利未人不一样的安排，而这安排来自于他拣选他们的身份跟职分。在过去的经文当中就有说到约书亚记的13章就有说到，利未人不分这些产业，就是他不分土地，因为上帝说他要亲自成为他们的产业，并且要赏赐给他们。当这些支派每一个人都会去献祭的时候，这些献祭所献上的祭物祭肉就要成为他们的食物。当然他们不是只有吃这个啦，但是当他们真的是来跟随上帝，被上帝所拣选的时候，上帝为他们的饮食来负责，并且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他们散居在这整个迦南地散居在以色列人所居住的迦南地上。这跟他们还有一个所领受的产业有关，就是祭司的职分。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祭司，服侍侍奉上帝的人，透过他们生命的见证，透过他们在人群中表达对上帝的敬畏，透过他们来教导如何来敬畏神。他们散居在这其中，有上帝做见证美好的心意。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想到了什么呢？其实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信徒皆祭司，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是祭司。我们就好像在人和神的当中成为一个桥梁，我们的生命如同是一个见证，而我们所做的让人看见我们所认识的上帝。而这些利未人居住在这其中，更是再一次让以色列人不管是在接下来要开始经营所得着的这个土地，或者是数算过去的恩典，不仅是利未人自己是那个
经历上帝应许的人。每一个居住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透过这样，都成为了上帝话语应验的见证。每一个人在这里居住的都是如此，如同今天的祷告，上帝的话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以色列人跟随上帝的话语，在这么时代的脉络、历史的长河里面，经历了应许的实现。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跟祝福呢？我想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也盼望能够应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主啊，你不仅是利未人的产业，主，你更是应许要成为我们的产业。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所想要得到、所需要得到的，你都知道。然而你因着你的信实和慈爱，主啊，你为我们预备我们所要得到的。主啊，恳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在这过程中来坚定的跟随你，如同你坚定的持守你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和勇气来跟随你。谢谢你赏赐我们这段话语，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好像在人群中很特别，但其实我们跟其他人都一样，我们都是要来经历恩典的器皿，我们都是以你为我们的产业，我们都是你所照顾、你所保抱、你所带领的子民。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在你的生命中让你经历他对你的应许，让这一切都应验了。我是思谦牧师，我们下次见。